元朗一年一度嘅天后寶誕巡遊，係香港傳統文化中嘅璀璨瑰寶，亦都係元朗居民對天后娘娘嘅虔誠敬意。元朗咧以前都係一個務農為生啊，養雞養魚啊，亦都靠近流浮山嘅後海灣啊，都係養蠔啊、捕魚啊咁。咁每逢天后寶誕咧，我哋嘅善信啦，我哋嘅村民咧，無論係打風落雨，都睇到咧。元朗18鄉搞呢個盛事呢，係從來冇間斷過。每年嘅農曆3月23，呢一場盛大嘅慶典都吸引無數嘅善信同埋遊客齊聚一堂，共同參與傳統與現代交織嘅流動文化盛宴，感受新界傳統節日嘅獨特魅力。天后寶誕點解會係全香港甚至乎？我可以咁講啦，東南亞嚟講咧，都係一個首屈一指嘅巡遊遊行嘅活動，因為佢透過唔同嘅角色或者持份者去參與、去支持呢個活動，透過我哋鄉事會去組織，亦都得到政府嘅大力支持啦，警方嘅配合，政府部門啦，好似民政啊、康文啊，都會做一啲天后寶誕嘅宣傳啦，同埋積極參與嘅，令到咧，我覺得元朗辦得好、辦得成、辦得大咧，呢幾個方面咧都係俾人做得好、做得熱鬧同埋做得強嘅。元朗呢場盛典，亦都吸引到來自馬來西亞嘅龍獅愛好者，連續12年嚟到元朗，一同進行傳統中華文化嘅交流。香港的氣氛就比較傳統，因為他們的舞龍舞獅都比較會搞氣氛。元朗天后寶誕咧有60年嘅悠久歷史咧，真係得來不易，亦都係我哋元朗一個名片嚟嘅。對於我哋元朗區嘅商號又好啊，街坊又好啊，地區嘅經濟咧，一定會帶來一啲嘅收益。呢啲就一定有佢嘅效益嘅。希望搞到一個恆常性每一年嘅重遊啊，帶動啲街坊去消費啊，同埋最主要知道天后誕嗰個意義。咁去到社區啦，睇到今次元朗咧，亦都有一個叫做提子炮嘅，由元朗區少年警訊咧去推動嘅。並且透過呢個傳統嘅文化咧，亦都宣傳我哋嘅防騙啦，提高國民意識啦，對青少年認識呢個傳統文化，透過花炮去推廣咧，係元朗係史無前例，亦都係首創嘅。傳承代表有人傳授，有人繼承。今年政府部門亦積極配合推廣傳統文化，為參與者提供更加便捷嘅服務。今年咧，警方咧就簡單咗，可以網上申請。以前就唔係要親身去申請啊，這樣那樣，咁就等我哋咧就多啲人參與。因為你如果冇咗嗰啲鑼鼓聲啊、舞獅聲咧，咁變咗嗰個花炮會就少嘅，一少之後越嚟越少，唔會多返。香港回歸以嚟都未試過有啲龍獅團做出一啲即係傷害人嘅嘢。咁你睇到咧，呢個文化喺而家好多中小學、幼稚園咧都推動呢個龍獅文化。任何嘅教學咧都唔及佢哋親身去體驗我哋中華文化嘅一個特色啦。龍就代表我哋龍的傳人嘅呢個文化特色。咁除咗佢舞嘅過程，除咗要學演藝放氣之外咧，咁我都好希望透過遊行，天后娘娘佢保佑佢哋嘅過程裏面，佢哋都學習龍的傳人，我哋有呢個不屈不撓嘅精神。青年興則國家興，青年強則國家強。文化安全又係我哋首要嘅任務。文化推廣亦都係我哋要人人有責。呢幾個方面咧，我覺得天后寶誕傳承同埋推廣咧係一個好優良嘅推動。